大家好，我叫 Julian， 香港編程學會委員兼雜誌總編輯。呢條片我會講下點解我哋想搞本雜誌。香港缺乏編程文化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啲人吸收多過輸出。香港編程學會創辦英文編程雜誌，旨在提升本地嘅編程文化同技術水平。呢本雜誌唔單止提供最新嘅技術資訊同編程技巧，仲促進社群嘅交流與合作，讓開發者們能夠分享經驗同最佳實踐。對於新手嚟講，雜誌以易懂嘅方式介紹複雜概念，降低學習門檻，吸引更多人加入編程行業。此外，使用英文作為主要語言，亦都能夠幫助本地社群同國際接軌，拓展視野。通過呢啲努力，雜誌唔單止係資訊嘅載體，更加係重燃香港編程文化嘅重要推動力，激勵更多人探索科技嘅無限可能。我哋誠摯咁邀請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哋嘅行列。由於我哋喺編程同雜誌製作方面嘅經驗仍然喺度積累中，你嘅參與對我哋至關重要。每個人嘅諗法同創意都能夠為呢一個項目增添新嘅活力。正如一句話所講，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共同合作能夠讓我哋克服挑戰，分享知識，並創造出更好嘅成果。無論你係編程新手定係有經驗嘅開發者，我哋都歡迎你加入。等我哋一齊推動香港嘅編程文化，創造美好嘅未來。